个平安，真欢喜！咱伫主日的时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这时咱就做伙来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望伫主日的时，咱会当通过礼拜、通过敬拜来甲主相拄。咱这时就做伙先为着咱家己来祈祷。煞接，咱也爱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由上帝来使用因，诚做上帝要使用的器具，会当将咱所有敬拜的人带到主的面前。咱即时就为着所有服侍，无论是外口在教台苏琴的老师、献诗的诗班，还是讲道师会，拢求上帝，还有咱的接待。咱求上帝来使用咱，只是咱就做伙为着这个同工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伫主日的时，搁一摆用欢喜的心来调记你。主啊，因为你的听，互阮虽然是罪人，总是会当领受你无限的听甲救赎，会当食做你的囝儿。伫主日的时，阮欢喜来敬拜你。主，阮恳求你的信心，即时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主啊，互阮会当通过你的话，会当得到信心的感动，来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更新，会当改变。主啊，阮也恳求你来赐福每一个服侍同工，无论因担任什么款的职分，主啊，你就使用因，通过因，互来引带所有的百姓，会当来到主的面前，甲主相拄。主你的信心亲自来接纳阮今仔日的礼拜，主你也保守还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保守因的脚步平安，进入伫圣殿，互阮所有的人拢幸福伫信心的引带，互阮会当献就阮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来感纳。主愿阮今仔日的礼拜，互你欢喜，愿将阮以下的时间交伫主的手，主你帮助阮，陪伴阮家己。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惊，因为你一大权能，你的对敌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这时，请咱大家来吟圣诗学乐上帝，圣诗107首，请咱起立来吟。威严君王徛如进前。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阿爸的上帝，伫当受主日受恩的正经日，要用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要纪念威严君王耶稣徛如进入耶路撒冷城，百姓沿路话讲：“何塞那伫主的名来的！”
应该得到安乐。主耶稣，你受出卖、受审判，行往各各他受苦的路，最后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功劳。因为你受刑罚，互阮得到平安；受鞭挞，互阮得到医治。你对死国话，互阮的性命得到永远的盼望。阮对主领受这顶好的福分甲恩典，应该着学主的模样，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信徒，追求圣洁的生活。抑个阮的信心无够坚定，阮时常陷入罪的迷惑，直到离开主的道路。主啊，求你赦免阮，洗清阮一切不义，互阮活倒转，通甲主过相结连。伫过去2年，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病毒的侵害，互数百万人丧失性命。就是到目前，新的病毒也搁咧继续威胁人类的性命甲安全。今年2月24日，俄罗斯伫无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因为一个独裁者的野心，发动战争，侵入乌克兰，造成乌克兰侪人民死亡、受伤，甚至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己的故乡的惨境。主啊，世间侪事，阮实在无法度测度，阮只有谦卑认罪，降服伫主的主权，求主施落怜悯，使安慰互所有遭受疫情也是战争危害的人，也互疫情会当紧紧得到有效的控制，互世界除去战争的威胁，行往和平。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甲怜悯，虽望疫情不断的冲击，你却保守上人教会，无论是宣教、关怀、社区福利以及各事业单位事工，拢会当得到主的保守甲眷顾。我满心感谢主你。这是我来为着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既然是身体有病痛，心内忧伤，经济拄着困难，也是痛失亲人的兄弟姊妹同在。求主你怜悯安慰因，互因伫患难中犹原充满主的平安甲盼望。阮的祈祷无够额，这是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三甲内交托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第9页，诗篇24。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之水画像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枉负假，少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
才会实找妖花的族类。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妖花。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妖花。下面咱要请妇女合唱团，因要来学乐，因所要献的诗是愿上帝平安甲恁同在。时都要到，单已经到，恁会分散，逐个人拢转去家己的厝，放我家己一个。其实我毋是家己一个，因为有爸甲我同在。我有将遮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要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
感谢妇女合唱团用这样水的诗歌，甲咱同齐来学乐。这是咱来共读圣经，今仔日圣经有记载两个所在。第一个是旧约撒迦利亚书9章9节，伫现代中文译本1191页，台语汉语本1051页。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听。撒迦利亚书9章9节。锡安的子民啊，就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就欢呼。看，恁的君王来了，伊得胜凯旋倒来，煞谦卑骑一只驴，就是骑一只驴仔囝。第二位圣经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伫现代中文译本35页，台语汉语本25页，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因行近耶路撒冷到橄榄山地区的伯法其，耶稣差派2个门徒先行，吩咐因恁到头前的庄舍去，因为随时看到一只驴甲一只驴仔囝绑做伙，甲因偷开，牵来互我。若是有人对恁讲啥物，就甲因讲，主要用因，因为随时互恁甲因牵来。这件代志是要实现先知所讲的，去甲锡安城的主路讲，看恁的君王来啦，伊谦卑徛伫驴仔顶，徛伫驴仔囝顶面。第6节，2个门徒照耶稣的话去做，因甲驴仔。甲驴仔囝牵来，甲家己的衫披伫驴仔顶面，接续请耶稣徛起来。群众内底有真侪人，甲家己的衫铺伫路呢，嘛有人摕树仔顶带落来的树仔尾铺伫路呢。前行后地的群众大声喊，上赞归伫大逼的囝。愿上帝赐福，互奉主名来的迄位，上赞归伫至权的上帝。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全城拢摇拽起来。有人问：这个到底是啥人？在1节，群众回答：伊是加利利省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圣经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下面信息，咱们请本堂的四牧师，伊要传讲的是赢子君王，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节期的中秋节主日。是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一天，煞节就是耶稣的受难。照教会节期，这个礼拜就是受难周。伫受难周的时，亲像等下书会报告教会消息所刊登的，呼吁咱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用安静、默想、反省的心。来纪念主耶稣替咱的罪来受难，受钉伫十字架顶来死。第3日伊过啊，也就是后礼拜礼拜日，咱也要做伙来迎接过啊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阮的主上帝，阮阁一届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亲上帝，阮欢迎你即时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打开阮的心，会当明白晓悟你的话语，帮助阮下礼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阮，来感动阮。阮将以下时间交伫主的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牧师要分3段。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拄则书会长老所带咱读的圣经节。第一，圣经的背景；
跋过节的由来。今仔日的圣经背景是发生伫犹太人的跋过节前。跋过节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坐住住伫外地的犹太人，因拢想要赶转耶路撒冷城来守跋过节。各位，为什么犹太人遮尔啊看重跋过节呢？互咱先来了解一个跋过节的历史背景。跋过节就是纪念上帝带领犹太人的祖先离开埃及受苦最劳累的日子。跋过是上帝指示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要用羊羔的血抹伫家己所徛起的门厅顶，来诚做一个记号。当迄暗，上帝派天使要来杀死埃及地所有的大汉囝。只有当天使看见羊羔的血抹伫门厅顶的这个记号，就会对这间厝来跋过、越过，互这间厝的大汉囝毋免死。出埃及记22章13节，上帝讲：“我记着这个血，就会跋过恁去。”跋过节就是对这节圣经中跋过、越过 （Passover） 这个名词来的。所以这日就诚做犹太民族因庆祝上帝拯救的大节日。跋过节也通讲是犹太人的过年。这对犹太人来讲，若是一世人会当有一摆的机会，到伫耶路撒冷城来守跋过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耶稣伊即届来到耶路撒冷城，就是要甲伊的门徒做伙来守跋过节。第二，迎接君王的变死。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当主耶稣伊骑着驴仔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城内所有的百姓拢欢喜快乐，而且手提棕树枝，大声喊：“上赞归伫大卫的子孙，上赞归伫大卫的子。”这咱今仔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若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和合本，伊翻译做：“何善那，何善那，归伫大卫的子孙，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对咱来讲，咱较常常听到，也常常在使用，甚至咱嘛唱过诗歌：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归于至高神。所以何善那是咱常常在讲、在用的。伊和合本圣经有细字、有注解，讲何善那原本有求救的意思。但是伫遮是翻译做称颂的话，百姓伊就摕着手提棕树枝，嘴里称颂俄罗。这款热烈欢喜庆祝的场面，伫当时这就是一种迎接得胜君王的形式甲礼仪。原来伫犹太百姓中，因早就已经有听过耶稣这号人。就伫一群行入耶路撒冷城的群众中，因彼此拢在讲：“你有听讲无？有一个人吼，名叫做耶稣的老师，伊所讲的教导吼，甲别个经学教师拢无共。伊的教导毋但带有权柄，而且伊阁行济神迹奇事。你有听过无？伊伫伯大尼，捌互人对死过啊！阁有哦，伫迦纳的婚宴内底、宴席内底，当无酒也要安那？伊就将水变做酒。阁有，伊伫旷野无通食的时，阁互5000个人、4000个人伫食饱。伊医治血流的妇人人，伊互痴迷的人看见，互摆骹的人行路，等等这的，这神迹奇事。
就伫群众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地讲的时，发现这位大家拢在讲的耶稣，竟然就伫因的中间。自一个变事，群众哪来哪济，因就主动形成一个游行的行伍，列队欢迎徛着驴仔的耶稣。因将衫铺伫路呢，手提樟树枝，大声喊：“和散那，和散那！”规伫台北的子孙，和散那，和散那！在场所有的人拢非常的欢喜甲兴奋。因为因认为上帝话已经实现啦。犹太百姓期待真久的弥赛亚拯救者，现在出现啦，而且就是伫因的中间。耶稣的时代，伫罗马政府统治下面的犹太百姓，因所期待的君王，是要带领因恢复过去台北王国的荣光历史。想看觅，耶稣捌互5000个人、4000个人食饱，所以若互耶稣做王，若用伫是现在，咱就毋免惊 COVID-19 影响咱的经济啊，对无？耶稣会当互济人拢食饱，所以犹太人伊嘛想，若互耶稣做王，会当为着犹太王国带来经济富裕。耶稣捌医治病人，所以互耶稣做王，会当互犹太百姓得到健康。耶稣捌互死人复活，所以互耶稣做王，犹太百姓会当每一个人拢长岁寿。耶稣会当使用超自然的气力。所以，互耶稣做王，会当带领犹太百姓反叛罗马帝国的统治，来恢复台北王朝富强的黄金时代。各位，这拢是犹太百姓伊对亲像弥赛亚的耶稣的期待，这也是犹太百姓伊热情欢迎耶稣成做君王的理由。第二，耶稣的行动剧，骑驴仔入城。根据约翰福音第5章16节到18节的记载，耶稣伊的言行，其实早就受到宗教头人的讨厌。到伫约翰福音11章55节到57节也记载，甚至这的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因早就下命令。要来掠耶稣，各位，伫即种的情形下面，若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过跋过节，一般人会安怎？应当是爱点点啊入去，而且上好是安怎？到伫耶路撒冷城，秘伫人毋知的所在。不过，耶稣伊毋是安尼。伊却是大大方方骑着驴仔，而且是用得胜君王的款式出现，而且伊阁诚做规个城所有人的焦点。各位，一个要受掠的人，竟然演出君王入城这出戏，对伫百姓的欢迎。耶稣伊毋但无拒绝，反倒也从容欢喜接受这个引起全城骚动、迎击君王的行伍。这对一向低调行事、点点做代志的耶稣来讲，实在是无事常，是真的是太不寻常了。各位兄弟姊妹，想看觅。即时的耶稣为什么伊要安尼做？我要请问在座各位的父母，当恁的囝儿，若是你一直甲伊讲，一直甲伊讲，伊拢无爱听的时，做父母的有可能会采取比较较激烈的手段来管教吧？
同款，当人拒绝，或者是无法度晓悟神旨所传达上帝意思的时，神旨也会用较特别的行动来表达，通互看见的人有深的印象来明白、来晓悟。伫圣经中有侪神旨，拢会用行动剧的来表达。圣经内底有足侪个，我今仔日摕耶利米书，神旨耶利米书19章第1节到第1节到11节，伊安尼写：上主吩咐我去买一个灰仔烧的杆仔，搁爱我带民间的长老，甲年长的祭司。伊爱我伫遐宣布伊交代我的信息。煞接，上主吩咐我伫同行的人的面前，拍破迄个杆仔，因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讲的话。伊讲：我要消灭遮的人民，拍破即个城，亲像人拍破杆仔，袂当修补。各位，神旨耶利米播一出拍破杆仔的戏剧，有百姓看见来警醒改变，免得上帝管教临到，国家百姓就要受到破坏、四杀的刑罚。有圣经学者讲，耶稣伊伫播过节的时，播一出君王骑驴入城的戏剧，就是要表达耶稣家己就是旧约先知所讲的迄个君王，也是咱今仔日的另外一节的圣经，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讲的：锡安的子民啊，要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子民啊，要欢呼，看恁的君王来啊！伊得胜凯旋，却谦顺骑驴，就是骑驴仔囝。第三，信仰的反省，多边的群众甲我，圣经甲咱讲，当耶稣接续伊伫耶路撒冷城的行动，甲迎接君王耶稣的犹大百姓，因所期待无共的事。伫中秋主日，伫耶路撒冷城有一大群的人，因组织斗日，欢迎接君王耶稣，大声喊：何塞纳，何塞纳！大卫的子孙，何塞纳，何塞纳！大家欢喜地迎接耶稣。就伫几天了后，伫耶路撒冷城，也有一大群的人，同款组织吵闹，大声喊：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原本欢喜迎接得胜君王的群众，因为家己的期待来失落，却来背叛耶稣，将伊看作是罪该万死的罪人，大声来喊：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各位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也亲像犹大百姓同款？对伫迎接君王耶稣，咱也有咱家己的期待甲想法。所以，当君王耶稣无满足咱的期待时，咱是毋是最后也亲像犹大百姓同款，离开耶稣，甚至是背叛耶稣呢？好亲像有个人破病，因着来教会信耶稣，毋茫会当得到医治。不过来了几啊摆，病情也无感觉变好，所以因就走啊。有可能因是继续去找因认为比较邻舍的教会，嘛有可能因是去找别个宗教、别个神明。有的夫妇结婚真久，拢无囡仔，毋茫来教会信耶稣，会当真紧就有心。半年、一年过啊，犹原无怀孕，因就走啊。有的爸母期待囝儿会当真熬读书，
而且佫听话。有诶青年，伊期待会当找到好诶工作、好诶对象等等。各位兄弟姊妹，咱一人来教会信耶稣，拢是带着期待来诶。最早期台湾有一个笑话安尼讲：信耶稣是啥物？树仔食，树仔穿，树仔欠钱，安那毋免还啊！所以有诶人，因诶期待无得到，因就走啊。总是嘛，有诶人因诶期待得到啊，但是因也走啊，因为因感觉已经得到因所想要爱的。各位，这款的信仰，并毋是亚子君王耶稣来咱的性命做王，咱只是亚子耶稣来配合咱，却是予咱家己来做王，叫耶稣来满足咱的期待甲愿望。亲爱兄弟姊妹，恳求信心帮助咱，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耶稣，让主耶稣来咱的生命中做王，来转变咱的心态，对自我中心转变做掠主最中心。第二，耶稣的行动剧提醒咱啥物？耶稣伊伫跋过这个时，用君王入城的行动剧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后，圣经线接拢有记载，耶稣伫城里进入圣殿，将所有伫内面做生意的人赶出去。耶稣继续伫城里来教导百姓，也讲了济济譬如，伊即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伊也为着害死先知的耶路撒冷城，伊伫啼哭。礼拜四的暗时，伊替门徒来洗脚，而且互因彼此相听新命令。伊也甲门徒做伙食跋过节的暗顿。伫最后晚餐中，伊表明家己就是迄只跋过节的羊羔，是上帝派来承担世间人一切罪，替咱来流血牺牲。互咱重新恢复甲上帝合宜美好的关系。各位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照教会的节期，咱就要进入受难周。伫受难周的这个礼拜，咱更较爱来亲近上帝，通过读圣经、灵修甲祈祷，来操练咱家己以外，咱也会当学习耶稣。用特别的行动来回应。除了特别行动有啥物？除了传统的信仰操练，就是禁食祈祷。有的人会伫即个礼拜可能中昼还是早顿还是暗顿，我就禁一顿，我就禁食祈祷。真侪人拢会安尼。啊，个咧，咱会当闭禁。啥物是闭禁？就是咱找一工，互家己一个人独处，家己一个人，咱安静家己。咱伫即工，咱特别来默想主耶稣的救赎，甲咱的关系。啊，阁有禁语，禁语是啥物？除了伫礼拜中，咱无爱甲边仔的人讲话以外，就是伫咱日常的生活，读书的照常去读书，上班的继续去上班。伫日常的生活中，咱尽量互家己无爱讲话，去体会耶稣亲像羊仔囝。互人牵去受抬的所在，伊拢无开声。传统的操练有这以外，咱也会当选择另外一种特别的行动，就是放弃家己一项家己的嗜好也是美食。真爱上网的人，咱即礼拜较沾杂的。也是追剧嘛是同款，爱看连续剧，也是玩过黑白马的。一天无啉着咖啡，吃到甜点还是酒，就挡袂牢遮的。咱嘛来学习看卖，放弃无爱去食遮的，无爱去做遮的。啊，个咧，
嘛会当有另外行动，就是立志改变一项毋好的习惯，好亲像爱生气，常常拢迟到，也是啥物食薰、负面的想法、出口成章等等，或者是嘛会当选择暂停参与家己非常意爱的活动。这特别的行动，这等等，互咱用特别的行动来体会主耶稣伊受苦的过程，调整咱家己生命中迄老的自我，准备迎接得胜君王耶稣来更新咱家己。最后，兄弟姊妹，我需邀请咱将感动变做实际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啊，还有咱嘛会当参与，除了会当参与咱每年受难周的礼拜4的暗时7点半，就伫即个所在，互咱礼拜堂，咱拢会举行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互咱迄天带着全家做伙来，无论大人囡仔，有洗礼也无洗礼，咱伫迄天会当甲主同道来啉食，来分享伊的恩典甲救赎以外。今年咱的教会也特别有制作受难周的聆听圣经、与主同行的默想影片。通过咱听圣经、默想经文，甲主耶稣做伙来行过世间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互咱默想为什么耶稣伊愿意做这样的代志，咱阁要怎样来回应？如果耶稣伊是生命的君王，安尼咱是毋是愿意成做裙底伊的人？或者是咱只是裙底别人来迎接伊？几日了后，咱阁甲别人做伙喊定义十字架的人吗？各位，咱是真心迎接君王耶稣来到咱的生命最王，还是咱只是迎接耶稣来到咱的生命，却是要互家己最王，是叫耶稣来满足咱的期待呢？亲爱兄弟姊妹，互咱将感动变做生活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君王耶稣，邀请伊成做咱生命的王。愿意学习耶稣，将家己分别做圣，献就家己，成做跋过一个油膏，有份伫上帝国的使命。这位清气圣殿的耶稣，也要来清气咱的心、咱的生命，互咱迎接君王耶稣，互今年的受难周，成做咱的生命更新改变的机会。咱做伙来祈祷。遥远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顺服特别上帝旨意，担当阮所有人的罪，受钉伫十字架顶。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是愿意迎接君王耶稣进入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的生命一天一天来改变，互主你来欢喜。主啊，恳求你来帮助阮，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阮。阮将阮每一个兄弟交伫主的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于是，请咱三甲来念圣诗，圣诗11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请咱起立来念。
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来关心。来做奉献的感谢，感谢主每一天的保守甲看顾，互阮的生活充满主的恩典。你也使阮逐项拢到业，这是阮要将你赐予阮的财情、时间甲金钱，献上做主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从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接着来报告，咱来先开周报。咱来看第四页，本会消息。本主日是中秋主日，是要纪念耶稣谦卑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了听咱、救赎咱。行往各国他受苦的路。本周是受难周，要呼吁咱的兄弟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也让透过逐经祈祷甲主同行，搁一遍心思体会主耶稣基督为咱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疼，
甲救赎。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就是这个礼拜四暗时7:30，伫大楼礼拜堂。伫礼拜中，咱特别要为了乌克兰奉献，请兄弟、咱的兄弟姊妹准备心来参加甲主同齐祷。过活节的赞美礼拜，就是下主日4月17上午10:30，伫大楼礼拜堂，咱请咱的兄弟同心来参加，咱来庆祝主的国活。咱只是来看第7页。牛埔总委员会消息，专题讲座对疫情谈台湾甲国际情势。咱邀请前副总统陈建仁院士分享，这是本主日本日下晡请已经咱下晡是12:30请已经报名兄弟姊妹会当伫礼拜后，咱伫10楼来领咱的用餐来使用。以上报告，咱下面要请四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要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兄弟姊妹。第一位是林冠廷姊妹，伊是主任长老的朋友坐伫后壁，咱欢迎好，请坐。第二个就是咱要来欢迎咱的郭振雄执事的家属因感谢大家关心因的家庭。郭振雄执事的告别礼拜当顺利来完成，请大家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祈祷，请坐。那新朋友，咱等下有接待同工，请咱会当接受咱的接待来认拜教会。毋知还有人无写到留名卡的无？第一届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好，安尼咱做伙来牧友代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当阮还阁无完全，你着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如恳求你，互阮常常记牢即个真宝贝的救恩。主啊，互阮每一工拢愿意互信心来调整、来改变，互阮会当互你来欢喜。主上帝，阮恳求你特别保守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主若是有身躯白疼的，恳求你来医治保守阮，通过医生的治疗，主啊，你手术平安喜乐的心，互阮会当因为安尼，会当紧紧来恢复。主也互帮助阮伫白疼的中间，知影你甲阮做伙。主若是有心灵软弱的，也恳求你坚固因的信心。主啊，你的光照入因的心内。光若入去，黑暗就离开。主啊，阮恳求你亲自帮助阮，互阮会当哪来学习你，会当哪来哪亲像你的性命，会当有芳芳的味来吸引人，来亲近你。主上帝，阮要搁一届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特别伫受难酒的时，你帮助阮搁较深，会当来体会你，也恳求你来施阮祝福，互阮每一个。你的囝儿都会当加做别人的祝福，伫阮的生活中会当将上帝你的恩典带出去。主啊，阮搁一届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甲阮的家庭交托仰望你，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上吟501首，阳光归天，圣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吟诗了后，请四牧师带咱来祝祷。
咱做伙来领受主的祝福。愿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逐工拢会当赢子君王耶稣来咱的性命做王，互咱伫生活中为主做水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社温，共受切恳。